道武士哥哥来到传说中的山猪部落，又有什么新鲜事发生呢？哇！什么？木板竟然被射穿了！小朋友们到底在车底下看来看去，在找什么东西呀？哎呦！哇！今天就让小朋友们自己做弓箭，当个小小神射手。今天道武士哥哥跟老师来到了什么地方呢？道师啊，这边怎么这么多山猪啊？黄雅玲老师活泼亲切的教学方式，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哦。因为我跟你讲，这里是有名的山猪部落，了解了吗？所以真的好多。我们现在赶快去找小朋友。好，走。你们好，你们没事站那么高干什么啊？这是周族的勇士，还给我坐在山猪的那个顶上，头上。哇，不得了！来到这边呢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们，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山猪这么的多？我，好，你说。就是我们周族人嘛，他就追山猪，然后他看到这里的好山好水之后，他就决定定居在这里。阿里山的好山好水真是十分令人向往啊！来到这里，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山猪的雕像，各式各样的造型都有，还有不同的彩绘颜色哦。这都是周族人的创意表现，让山猪成为莱吉部落最具代表性的图腾哦。在这边呢，是我们的山猪部落嘛，那想当然了的，你们一定都很会打山猪，对，那当然的。那是当然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们都怎么抓这个山猪？就是拿个刀跟它搏斗，阿妈就用枪。哇塞，不是标枪，就是拿刀直接跟他搏斗，还有没有？有，我们还有更厉害的十字弓陷阱。有。对。十字弓陷阱。对。十字弓是周族祖先们的狩猎工具，是勇士们在山上捕猎山猪时的最佳利器。看它坚固强大的样子，就知道它的威力不小，难怪可以打到那么多只的山猪。我们今天就来去拜访我们的一个非常会做这个十字弓陷阱的达人，好不好？好。Let's go！ 等一下，我看陛下之前呢，我们应该要先来进行一个小实验，是跟十字弓有相关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请出了可爱的山猪，你的好朋友，我的好朋友小花花。十字弓当中呢，我们有提到弹性，所以我们选了一个很有弹性的，这叫什么？这个是弹簧啊，这个我来看一下，OK，这个弹簧，老师你不要走，不要走。这个弹簧是有什么原理呢？弹簧呢，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施力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把能量储存，然后呢，它又会再释放一样的力量给你，所以呢，你可以试试看吊这个小山猪。吊这个小山猪小花要站好哦，我们就要来一趟我们的在我们的河粉上面来一个高空弹吊。好，我不会怕高的啦，1、2、3。小朋友知不知道什么是弹力呢？物体受到外力的作用，会使得它的形状改变。它有一种要恢复原状的力量，能具有这个力量的性质就叫做弹性。现在呢，就让小朋友赶快玩玩看。期间小朋友们还很轻轻的拉着弹簧，可是到了后面，小朋友玩得太开心了，用力的弹啊弹，可怜的小花应该被甩得头都晕了吧？而弹簧竟然也被拉得变形了。好，你看这个弹簧经过我们摧残之后，它已经没有办法怎样恢复原状。对，其实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十字弓原理是有相关的哦。有相关的就对了啦。当弹簧受到外力作用时，会产生形变。施力不大时，把外力消除，弹簧仍可恢复原状，表现出它的弹性。但是外力太强，超过了弹性限度时，弹簧就没有办法恢复原状。另外，当弹簧长时间受到固定的外力作用，虽然没有超过弹性限度，
使得弹簧也无法恢复原状。这个现象就叫做弹性疲乏。所以我觉得呢，现在一定要好好去拜访我们制造这个超级十字弓的达人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去吧，走。我们这里。陈秀雄，邹族艺术家，擅长链锯雕刻。哇，这就是传说中都是不要碰啊！你不了解它的性能，不要碰。所以这个危险性很高，就对了。对，因为它现在是虽然固定，但是还是怕发生意外。哦，吓我一跳！听达人讲的这么严重的样子，害我也跟着紧张起来了。到底这十字弓有什么机关存在，让人碰不得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个哦。对，6片呢。对。一般我们在那个泰雅族，我们看到我们达燕市大概有3片的那个竹子加起来，这是6片呢。不要说山猪啊，连熊都可以直接打穿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很好奇，这么大一个弓，我们要怎么扛在身上打山猪啊？这个不是扛着，这是找它的适当的地方，看它的路线怎么射。它这个属于固定的那个弓箭，触动的一条线，触动以后它就射出去。还有更大的啊，有这么1尺这么宽的。1尺要打什么？打机器人是不是？哇，超级无敌的十字弓啊！由于它的弹力很大，所以我们猎人呢要用2段式的卡榫来固定弓弦。如果猎物触动到十字弓正前方的机关，弓箭就会咻自动射出去，成功的猎取猎物喽。达人不愧是达人，他现在呢要我好好的看他怎么做，来学习怎么制作我们邹族的霸王弓。我们邹族的话怎么讲？Sosuyu。接下来我就要跟着达人来学怎么做十字弓了。首先将竹片削薄，测试一下竹子的弹性，再来就是要量看每层竹片的间距，最后呢必须在竹片的相叠处用藤绳将它牢牢的绑紧才行哦。哇！我这个不得了，不要。很厉害耶，你看。哇！好了，可以了，我觉得可以了。我们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。第4片你就没有办法。第4片说真的没有办法了，真的很难。那好看6片，更何况是6片。做这个十字弓真的是不简单呐，必须要靠我跟达人2个大男人的力量，一起合力才能将十字弓给架好哎。呼呼，好不？哇！弹掉了！哇！看到我的表情了吗？瞬间发射出去的箭，快的让我都还来不及看个清楚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只好跟达人再来一遍喽。1、2、3，哇！小朋友，我告诉你们哦，刚刚啊都算是测试阶段，现在好戏才要登场呢。重新将弓箭架好，把机关卡榫固定好，准备要好好来施展这个无敌十字弓喽！好啦，我们的邹族的巨无霸王弓准备要开始了哎，阿姆俊。我要出动了。我们就来模仿一下，好不好？模拟一下，前面那个木板就是山猪 ，OK， 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数到3哦，1、2、3。哇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到了啦！天哪！竹子哎，直接穿过来啊！邹三岁啊，厉害！老人家厉不厉害？厉害！超强的，对不对？来这边，这一个呢？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老人家做的这个超大型的十字弓，有没有人想拉拉看？试试看。有没有想拉拉看？好，好，来拉拉看，小心哦。
好了，很难拉，对不对？好，慢慢放，慢慢放。哇，已经看到你的脸部已经在颤抖了。哇，你看这2个小男生合力拉这个弓弦，都拉不到卡榫的位置。这个弓的弹力果然厉害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看这个被逐渐射穿的木板，扎扎实实的一个洞哦。老师，你看看，一下就射穿了。其实它看起来是很脆弱的竹子，可是你看这样子打，其实是没有办法穿过，对不对？我们必须要用结合十字弓，然后让它有很快的什么速度，对，很快的速度。小朋友想不到吧？这么脆弱的竹箭，在拥有很快的速度之后，居然能把这么坚硬的板子给射穿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别紧张，黄老师说，先玩下面这个游戏，你们就会懂了哦。噔噔噔噔，这是一支什么？铅笔。还有，噔噔噔噔，这个是什么？纸。老师，你要我准备这个要怎么玩啊？首先呢，我们需要2个自愿的同学来帮我们架着。请举手，请举手。太多人。我们现在先请大武士哥哥呢，先用力的用这个杆子呢去压铅笔的中心。你们可以猜会发生什么样子的情况？如果他现在压下去，如果我用力压下去的话，会怎么样？纸都会断掉，因为纸很脆弱，对不对？纸会断掉，是不是？好，来试试看。好，我试看看哦，1、2、3，呀！哦，你看，纸断了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纸断掉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现在用很快的速度敲呢，你觉得？哦，还是纸断，还是纸断掉哈。不如我们来做实验看看吧。我们来做实验看看，你们都猜纸断掉，对不对？帮我数到3。1、2、3。有没有看到？超级强了！看到没？超级无敌的道武士哥哥竟然可以将铅笔挥断了2截，这可不是在变魔术哦！现在就来听看看老师怎么说。有没有看到这么厉害的利器？结果纸一点都没有断哦，你看看，反而是什么断了？你看，你看，而且呢，它是从这中间有没有？断2截的。当我们的速度很快的时候，我们的作用点力的作用点就会作用在铅笔这个地方，所以它的在这边断掉之后，它的力量就这边分散开来，它也不会传递到指环这边了。可是像我们第一次不是慢慢的嘛，对，所以慢慢的时候力量就会怎么样传递到指环，那指环的地方是比较脆弱的。当撞击的力量集中在笔杆中心点时，笔杆受强大作用力应声而断，指环却能神奇地保持原状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笔杆太快折断，力量来不及传递到2侧的指环，笔杆就已经折断飞出，把剩余的能量带走了，因此指环不受影响。换个方式来操作，缓慢地在笔杆上增加施力时，笔杆中的分子会由中央往2侧逐渐变形，这时脆弱的指环就会断裂喽。另外，如果撞击点不在中心点时，两边力量传递速度不一致，距离撞击点较近的指环就会先断掉喽。我叫尤胜武，要给我。又给我！没那么容易呀、又给我！我叫白子，要给我数。又给我！又给我！哇！看你的，又给我数，哎呦，我有！哇！老师还没有，连1、2、3都没有。哇，有打到哎！没错，刚刚 Voyo 他的力气很大，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个痕迹？我们要打在中间的地方，可是它偏边边，所以这时候断的时候还是指环。Voyo，你打错位置了，没关系，再给你一次机会试试看。啊，没有断，再一次。耶，终于成功了耶！断了，终于返回。因为高速敲打铅笔时，敲击的能量来不及传到2边的指环，所以铅笔在敲击处断裂，就好像高速的竹箭射中木板时，能量来不及向外传递，所以木板受撞击处能够被射穿。刚才已经
看了十字弓的制造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有看到十字弓的结构，而且呢，我们每天都坐在这个十字弓上面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每天都坐在十对啊，字弓都坐在上面。十字弓，然后就出去上课啊，去工作啊。我懂你的意思了，使用。我们每天的交通工具是坐在那个十字弓上面，端一下就飞出去。你是这样上课的吗？也是可以的。哦，真的。也是可以的。不过这个地方我还是有点不懂啊。老师，你可不可以实体的让我们了解一下？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卡车的内部的构造里面就有类似像十字弓的结构。你是说这个卡车啊？对啊，不如大家来找一下在哪里十字弓，应该有很多组。你们还是没有找到吗？你们还是没有找到吗？我已经先发现喽，它就在这个地方而已。是这个吗？不是啦，那个是挡泥板呐。那是这个吗？哎，你确定吗？我很确定。它长得像什么？十字弓的那个弹那个。盘的那个。对。哎，不错，就是它啦。尤苏努，你好厉害哦！没错，就是这个避震器所运用的原理呢，跟十字弓是不是很像呢？小朋友的确是非常的聪明。是不是它的那个弹簧板？没错，它有一层一层一叠的，然后又像我们十字弓中间的弓有加厚的原理，所以是用来当做卡车的避震器。这样你们了解了没有？了解。难怪我们每一天呢都是坐着十字弓出去的。出来，就是这个，把它带起来。OK。我们现在的安全措施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老师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我们现在要利用我们桌上的这些器材做一个很简易的十字弓。那同学先看一下桌上这些器材。做简易的十字弓的器材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准备塑冷纸、吸管，还有剪刀、棉绳，就可以开始喽。所以呢，以这个来当弓箭，你觉得这个弹性，一片的弹性如何？不太够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怎么样增加这个塑胶片的弹性？就拿多一点的来用，拿多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就跟我们刚刚看到十字弓的结构一样嘛。所以每个同学先是拿桌上的那个塑胶板。听完黄老师的讲解，每个小朋友都迫不及待地拿起塑冷纸，试试看它们交叠起来的强度。从达人对于传统十字弓的示范讲解，到老师对弹力清楚的分析，我看每个小朋友心中一定都有自己一把理想的十字弓，在等着自己去完成呢。你看，你设计的是有厚度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把你很厚的地方是放在中间的部分还是旁边？旁边。可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十字弓的结构啊，它厚的地方是在对，所以你现在稍微把它移一下，你就可以粘了。把厚的地方移到中间，然后做左右两边是对称的。原来这个十字弓是要中间的部分渐层加厚哦，这样才能增加弹性。接着啊，再将中间相叠的部分用胶带紧紧的粘起来，才不会散掉哦。再来呢，就是要在弓的两端打个洞，穿上棉绳，再进行下一个步骤。这个不错哦。这看起来很有厚度，很有厚度哦。没错。然后这旁边又很薄，跟老人家的很像。讲解一下为什么你们会想要这样做？因为那个要弯，所以不能太厚。不能太厚。所以你觉得你们这个设计应该是可以射很远？对。小朋友，赶快加紧赶工喽！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弹道要做，就快完成了。单层的弓受外力时，容易在弓的中央处断裂，在弓体的中间渐层式的加厚。同样的外力，却可让每一层的形变量变小，分散力量，弓就不易折断喽。作为陷阱的地弓，为了维持弹性，也必须在弓体的中间渐层式的加厚，才能避免长时间拉弓所造成的弹性疲乏。我的霹雳迷你弓已经你做好了，完成了。对，你们做完了没有？做完了。来秀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来，哦，白纸的很不错哦，你看，白纸，你看，它的那个弹道是从这个上面放的，对不对？
哦，然后你看这很像弓。每个同学他们用那个胖吸管做的弹道位置都放的不太一样，可能会影响他最后射出去的那个方向，还有他的整个路程吧。那这个弹力呢？这弹力果然我们刚刚已经有学到，符合我们那个十字弓原理，中间有加厚部分哦，然后旁边是比较薄的，这样子就可以增加它的弹力。而且如果说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说那个弹性容易疲乏的话，如果加厚的话，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形。来看我们勇士区的，咱们勇士区的不得了了，来有输入的先看一下，我们先来试那个它的这个弹力，好来折看看，来，哇，很有弹性，有那个噗噗，哇，切到风的那个风切声呐。对啊，你是用了几片？你也是用了6片，对， 6片左右。然后它的间隔又特别小一点点，比较小，这个箭头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我是依照我们祖先就箭前面都会加那个铁，前面都会加上铁，就是让它不会飘。哇，有孙女真的是完全利用老人家的智慧啊！我觉得酷啊！哦，来，很好，这个一定要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整个造型啊，有这个剑的这个把手，对不对？又有这个弓，还有弹道，弹道是在上方。看到每一个小朋友制作的十字弓，光是弹道设计的位置啊，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发挥自己的创意跟想法，真的是佩服哎！要不要使用2人组？这个也是不得了了。那来看看你这个弹力是如何，好不好？哦哟，不错哦。对啊，整个非常的有弹性。而且我发现老师，你看到它的弹道有没有？它的弹道很特别。很特别，对不对？不是在上面，也不是在中间，它是设计在下方。为什么你要设计在下面？就因为放在下面会比较准，不会一直乱飘。你们真的是不得了啊！你们的 idea 真的是 good， 一起念一遍。Good， 对，真的是太好了。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弓都做好了，那老师，我们来好好来试验看看，到底谁的弓射得比较准。看到我们雄壮威武的 pose， 就知道我们都是很厉害的神射手。谁是谁打到了？哇！是我们的有孙女打到了呢！哇，不错，有孙女今天啊，可以带肉回家了。小朋友今天看到了十字弓利用渐层加厚的弹力，威力十足的把木板给射穿，难怪会成为我们周族勇士的最爱。另外呢，也从弹簧拉力的实验中了解了弹力还有弹性疲乏的原理。原来科学呢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，你也可以自己来制作一把属于自己的十字弓。科学小原子，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喽！像吗？太像了。像吗？呀，我们是马给。哇！谢小圆。